购物中心欢庆7周年，有购档期自14日开始到20日，首播档期自21日开始到11月3日。期间到专馆智能店柜已经化妆品专柜，消费满3000就送300抵用券。另外，伫快时尚的部分，嘛有国际品牌 Zara、Zara Home、Mosmo Duty、Uniqlo、Gap、GU、H&M 等7间店，首次加入商品抵用券累积活动。然后南环购物中心就是整个全台湾快时尚最完整的一个商场。那这7大快时尚呢，也会参加我们的优惠，做一些优惠。购物中心总经理庄景尧表示，这次的7周年庆目标业绩是14亿。我们今年的预计目标是14.2亿。那这疫情之下，我想这是一个很高的目标，但我相信我们能够顺利达成，因为我们帮了我们的贵宾准备了很多优惠，包括刚刚看到的6000送1200的20% 回馈，然后加上振兴5倍券的一些优惠，3000送300。我们的回馈高达25%，也就6000送1500的25%。周年庆期间，购物中心嘛特别打造了史努比白日梦乐园，让大小朋友欢喜踅主题区，并伫回馈活动当中，加入史努比授权的商品，提供给消费者选择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